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豪仔，今日為大家推薦線路團號 CZS108， 5月31號雙神降臨，蕭正楠、曹永廉超時空男神音樂會，品消暑八寶冬瓜盅，原隻鴻運玻璃乳豬，任食荔枝，中山晚會2天。咁我哋嘅行程當中包括咗，首先我哋會專櫃入住中山4星標準嘅華悅國際酒店，豪嘆我哋嘅美食，其中包括咗消暑嘅八寶冬瓜盅，原隻冇錯係原隻鴻運玻璃乳豬。品嚐嶺南當季嘅水果，任食荔枝嘅。咁當然最主要嘅當然係我哋嘅晚宴啦，請咗我哋嘅新晉奶爸蕭正楠同埋呢個曹永廉雙神降臨，為大家奉獻精彩嘅節目。包保大家一定會有個難忘嘅夜晚。聽起身係咪好心喐呢？心動不如行動啦！快啲叫埋你哋嘅親朋好友過嚟一齊報名啦！